Hello， 大家好，我係 Kingsley。咁我嚟到溫哥華呢，就發現呢度嘅鐵路唔係好方便嘅，得3條線。今日呢，我就想介紹俾大家3個離溫哥華市區好近、交通又方便嘅景點。呢3個景點都係好舒服嘅，係大家嚟一日遊嘅好選擇。朝頭早我哋可以先去咗 Canada Place， 咁距離 Waterfront 站呢，就只需要步行5分鐘。Canada Place 係溫哥華嘅地標。溫哥華會議中心東翼、世貿中心同埋酒店都喺呢度，仲有郵輪碼頭係阿拉斯加郵輪主要出發嘅港口。咁佢最大嘅特點就係呢5組玻璃纖維嘅白風帆屋頂，係由建築師 Eberhard Siedler 設計嘅。呢度嘅感覺係好舒服嘅，三面環海。我哋可以沿路行過去會議中心西翼嗰邊。沿住海邊都有餐廳、酒吧、cafe， 喺呢度望住個海食早餐係好超噶。大家如果嚟呢度睇世界盃都會好有氣氛。呢度都有單車徑。再向前面行呢，就係 Vancouver Harbour Fight Centre。咁佢有水上飛機飛去 Victoria， 仲可以飛去美國嘅西雅圖啊！都有市區觀光嘅飛機，就200蚊加幣30分鐘。再上去就係 Dragpool Plaza， 呢度就有一個奧林匹克聖火盆，係為紀念溫哥華成功舉辦2010年冬季奧運會而建嘅。行完 Canada Place， 我哋就可以行返去 Waterfront 嗰邊嘅 Seabus Terminal， 喺碼頭搭船過去 North Vancouver。喺 Waterfront 搭船過去 North Vancouver 就大約15分鐘。呢度就係 North Vancouver 啦，感覺都係好舒服。喺碼頭一出嚟就係 Lonsdale Quay Market， 大家可以喺呢度食個午餐。咁呢度都好多嘢食，有 cafe， 有餐廳，有小食，仲有亞洲菜。之後我哋就行返出去，呢度有一座好靚嘅建築物 The Polygon Gallery， 採用咗落地玻璃嘅設計，係一個非牟利嘅畫廊。
入邊精品店就擺放咗設計師自家設計嘅貨品。跟住我哋就行過去 Shipyard 嗰邊。呢度有表演啊！冬天呢就會有 Christmas Market， 呢度都會舉辦一啲 market。早2個禮拜就係香港人 market 啦。呢個球場呢，冬天就會變咗一個溜冰場。呢間 Sword Maker 呢就賣好多加拿大本土設計嘅精品。呢度啲精品好靚啊，每一個貨架都寫咗喺邊度嚟嘅。呢啲係 Vancouver 嘅 postcard 同埋 puzzle， 可以買返去做手信。呢啲草嘅裝飾好靚，好特別啊！呢隻係溫哥華本地嘅朱古力，出咗世界盃特別版啊！出返嚟呢度就係 The Harbour Water Park， 好多小朋友喺度玩緊啊！另外，我就想介紹俾大家喺溫哥華好出名，喺 North Vancouver 都有分店嘅 Ernest 雪糕，佢係排晒隊㗎。咁佢gelato啲味呢，有啲係常有嘅，有啲就係當月限定嘅。好彩啊！我今個月限定係開心果味啊！咁我就嗌咗開心果味同埋 Whisky Hazelnut。佢嘅gelato呢都好滑，係拉住嘅。Whisky 同埋開心果味都好濃郁，但係就偏甜咗少少。之後我哋就可以搭返船去返 Waterfront， 跟住喺 Waterfront 搭 SkyTrain Canada Line 去 McArthurGlen Designer Outlet。呢個 Outlet 離機場好近，喺 Waterfront 搭過去只係需要30分鐘，喺 Templeton 站落車。咁大家離開溫哥華之前都可以去埋呢個 Outlet， 佢離機場只有2個站，行完街就可以搭飛機走。佢係由朝頭早10點開到夜晚9點，佢就有超過100個品牌。一入嚟都好舒服嘅，感覺好開揚同埋好闊落。呢度最特別嘅地方係隨時都會睇到飛機喺你頭頂飛過㗎。一入嚟就見到 Coach 啦，我哋就行過去睇下。呢度嘅款式都好多，完全唔似係 Outlet， 顏色都好多選擇，價錢都好平，200零蚊加幣左右。我覺得比起日本嘅 Outlet 係多好多選擇。跟住隔離就係 Michael Kors， 我哋又行過去睇下。佢都係好多款式，鍾意呢個品牌嘅朋友都一定會揀到。
佢呢個 Outlet 都好容易行，沿住行一個圈就可以行晒。跟住見到 Tommy， 呢度有間 Burberry， 不過款式唔多，手袋就得幾款。每行到一個位置就會有一個好大嘅廣場，係好舒服嘅，大家行到攰就可以坐低休息。大家睇住個地圖慢慢行，就唔會走回頭路。見到 Kate Spade， 我哋又入去睇下。咁佢都係好多款式同埋顏色可以揀，100-200蚊加幣左右。又嚟到另一個廣場，又一架飛機飛過啦。呢個品牌係加拿大好受歡迎嘅，佢嘅特價品好平啊，我都買咗一件。跟住嚟到 Adidas。我覺得佢嘅款式就麻麻，價錢就唔算好平。門口有個美斯嘅公仔啊！呢邊就有 Skechers 同埋 Nike。嚟到最後呢邊就係一個美食廣場，咁大家可以喺呢度食埋晚餐先出機場。今集介紹咗3個交通方便又舒服易行嘅景點，如果大家離開睇世界盃都可以順道遊覽。如果大家鍾意我呢條影片嘅，都希望大家俾啲鼓勵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同埋俾個 like。